仲記得加拿大政府啱啱宣布推出救生艇計劃 Hong Kong Pathway 時，咁對我哋好多香港人嚟講，唔單止係一個移民政策，更加係一道喺風雨中亮起嘅曙光。嗰時嘅我哋相信加拿大係嗰個擁抱自由、珍視人權嘅避風港。喺申請期間，我曾經無意中睇到咁樣一個啤酒廣告，咁畫面深深烙印喺我嘅腦海裡面，甚至成為咗我對呢個國家美好想像嘅基石。喺嗰個廣告中，一個鮮紅色嘅冰箱矗立喺街頭，上面寫住話我係加拿大人，嚟打開冰箱 ，Say I am Canadian to open fridge。我睇到唔同膚色、唔同種族嘅人走上前去，有人用英語話，有人用法語話，甚至有人用日語、意大利語、國語，大聲嗌出我係加拿大人。當機器識別出呢啲嚟自世界各地嘅語言，承認佢哋都係呢個國家嘅一份子時，冰箱門打開咗，裡面滿載住慶祝嘅啤酒，周圍嘅人群不分你我，一同歡呼擁抱。嗰一刻，我真係以為自己揾到咗一個理想嘅國度。嗰個廣告向我展示嘅加拿大係如此嘅包容、自信且溫暖。佢話俾我聽，無論你嚟自邊度，只要你認同呢一片土地嘅價值，你就係呢一度嘅一員。呢一份包容曾經讓我熱淚盈眶，亦都讓我對未來充滿咗憧憬。然而，現實卻喺近年俾咗我哋一記沉重嘅一巴掌。唔知從幾時開始，嗰個喺廣告中張開雙臂擁抱世界嘅國家，似乎對我哋嚟咗個180度嘅轉變。曾經承諾嘅救生艇，如今彷彿變成咗喺茫茫大海中停滯不前嘅孤舟。我哋呢一啲滿懷希望遞交申請嘅新來者，感受到嘅唔再係嗰種多元文化嘅熱情，而係一種令人心寒嘅冷漠同不友善。最讓人痛心嘅係嗰被無限拖長嘅審批時間，我哋放棄咗原本嘅生活，帶住家當同夢想嚟到呢一度，卻被困喺漫長嘅等待中。呢個唔係幾個月嘅延遲，而係睇唔見盡頭嘅消耗。我哋嘅人生規劃被逼停擺，工作、生活、未來嘅不確定性好似一座大山壓喺心頭。我不禁想問，呢個公平嗎？當初嗰個廣告裏面，只要用自己嘅語言講出身份認同，就能夠獲得掌聲同接納嘅加拿大去邊立？點解而家我哋即使付出咗努力，喺呢一片土地上兢兢業業咁生活，卻只能夠換嚟無盡嘅等待同被邊緣化嘅感受？從滿心歡喜嘅 I am Canadian 到如今喺等待中逐漸冷卻嘅心，呢一種落差唔單止係失望，更加係一種被辜負嘅痛心。我哋想要嘅不過係當初承諾嘅嗰份公平同包容，而唔係而家咁樣被遺忘喺政策嘅角落裏面，睇住嗰個理想國度嘅倒影漸行漸遠。